自心，甲家己的自心咱讲偌济话，有一本书叫做《与神对话》。咱甲咱家己的自心当中，咱敢有讲偌济话？人上师伫咧讲啊，爱逐工问讲，主小下你敢有伫个？咱想讲无人，你知不知？毋是这个身躯知不知？是咱这个真主人有伫个无？爱去反问自己的，反问自己。无哪怕包括咱前日咧厝边，咧讲迄个成功易做，你当时还袂得到迄个心怀的锁匙无？你当天会当感觉天女散花呢？地用金嘞，那伊讲起来，伊形象上足无简单啊，足难能可贵啊。毋过伊无得到心法，无通啊。讲甲安尼爱，讲甲会控告呢。咱达摩祖师甲问讲，伊归何处？讲起来呢，若有通的呢，随感觉马上爱去参会时。因为伊归何处，伊毋知啊。受气若数起来，咱就是讲还佫会无明啊。所以这个破残立言，咱上顺的，拢时时咧关照自己呢。毋是咱头前讲的爱学，咱师尊老一边学一边做，一边调整。咱上顺的，就是遮尔，咱讲遮尔好学。遮尔谦卑，过来，稳恶避良善，伊即摆来的生活，咱知影，其实咱人啊，咱人无迄个讲十分好诶，古直定咧讲，身躯拍鼓有时错。骹步踏叉啥人无？顺地伊就是遮尔自卑，伊会去稳人的恶，因为伊的心量大，心量大啦。这见识了，我怎心量大呢？伊大甲哪，亲像性海安尼，若咧海咱家想，船做目条，船做目条伫遐无很微小。若甲倒盐落，甲倒一船啊，甲倒一车啊，不讲甲倒啥，无解着。他能够包容，咱想学到，也许当开始，啊，甚至还袂学的时阵啊，对咱做生出赞叹，出欢喜，咱做无好的，我生气迄种人，会安尼咧，会哦。但是咱慢慢爱调整下步。好，欢喜，歹诶，爱去包容内里迄是要慈悲，迄是要慈悲啦。因为想学到啊，慢慢爱来提升。较早无学的时阵讲对好诶，非常的赞叹，非常的执着，但是慢慢爱调整啊，爱调整。咱去共看讲，自然啊，有法度包容，伊会顺地就讲，伊行善，伊家己我拢在做善，伊等到伊行善无行迄个仁义上，伊无感觉家己咧做善，并且甲好诶人拢讲感觉大家好，拢大家做诶。咱咧讲推波难过，无简单诶。通常咱的迄个劣根性啊，互我家己自我几倒啦拢好诶，拢好，迄若无咱去参悟诶就是讲好诶，就拢要规家己，若歹诶，迄拢撒对别人去。这呢真重要哦。咱看这无啥，但是真重要。互学着来记，咱来记历史上啊历史上这个齐国啊齐国这个齐襄公呢，当拢是坐位的时，伊会看伊的堂弟，咱嘛看阮用善一点点啊，拢会使成像迄莲
外一个小弟江小白，哦，由即个有智慧的即个包叔爷来学送伊去举国。啊，这送出去啊，因为呢，迄阵呢，因为国家济国发生政变，所以讲这个公孙无知啊，无偌久就互害死啊，无偌久互害死啊，伊听到消息。江椒甲江小白，因两个当时就要转去济国，哦，转去济位嘛，转去因个祖国的时阵呢，伫半中途，关公有看到江小白，伊怎啊掠钱哦，为伊的主人就是伊就先做国君，伊怎啊甲写这个江小白？啊，江小白拄好写着咱迄个手耳仔机啊，啊，这个包叔爷怎啊甲伊讲，叫伊呢面怎啊咧转天怎啊倒去，表示讲伊已经死啊。啊，关中林看讲，这个江小白已经死啊，所以呢，伊就甲这个江椒甲伊的主人讲吼，毋免紧张，咱慢慢仔来就好，咱慢慢仔来就好啦。因为这个江小白呢已经死啊。哦，啊，咱一般要来坐国军的位，哦，安尼偌紧，无伊有讲诶，咱这个江椒甲关中离开因的时线的时阵，这个包叔爷就甲江小白讲，咱紧起来，咱的国度啦，咱的祖国，啊，怎啊伊就坐位啊？就以后的坐完国，啊，坐完国呢，哦，到尾啊。关中甲即个江椒有鲁国来帮助，毋过嘛有拍败，啊要求和啊。江小白就是即个齐桓公，第一条件就是要杀死即个江椒，啊然后呢，关中当然就是有互关起来。毋过呢，然后即摆要入宫的时阵，即个齐桓公就要入即个包叔爷做宰相。毋过包叔爷有智慧讲，咱若要互济国兴旺。你必须爱入关中做，做宰相。啊，这个齐桓公，我差一点点仔要咱，我差一点点仔要互这个关中甲我写死呢，这叫做大仇呢，竟然要叫伊来做我的宰相，伊安那嘛毋肯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有甲包叔爷，这个齐桓公甲包叔爷拢有冲突。啊，毋过不管哪个冲突，伊嘛是要叫包叔爷做伊的宰相，但是袂堪真即个包叔爷一摆、二摆、三摆甲伊一直讲伊怎啊答应。啊，当然啦，鲁国知影讲关中是一个高人，伊嘛无随便要放人，毋过伊就甲迄个下骹手人讲啊，讲吼，这个齐桓公就叫下骹手人讲吼，阮主啊，就是要甲伊遐要互伊杀死的，所以要甲好好啊甲处罚。啊，即个鲁国的鲁军，伊是因为真怎啊送去，就送进齐国，要互即个齐桓公处理。毋过齐桓公已经接受着包叔爷的建议咯，因为要甲即个仇恨要甲放下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因为包叔爷讲，当时关中要杀你，用钱杀你，其实伊是护主。伊要护主入宫，当伊若来做你的宰相，共款伊有哪会护你来杀别人？所以呢，伊就甲伊讲啊，你爱伫即个制度啦，哦，所以讲伊怎啊请伊关中已经来到伊的制度啊，哦，啊，伊的关中当时呢，就用伊的球车，啊手白条的，啊目睭红的，关中伊死活来上，我一声必死如意啊啦。毋过想袂到齐桓公呢，怎啊去即个球车内面甲伊牵出来，甚至